称谓有很多，而且还蛮复杂的哦。当你要问一个人他家里的成员有谁的时候，你就会用到这一句话，听清楚喽。你给不下有慢嘢，你给不下有慢嘢，你给不下有慢嘢。你家里有什么人？这时候你要回答，比方说爷爷、阿姑、奶奶、阿婆、爸爸、阿爸、妈妈、阿梅、哥哥、阿伯等等等等等等等，很多很多。现在我们去看看怎么运用这一句话，走。你给不下有慢嘢。没有，我看什么照片是要跟我开过吗？就前阵子啊，全家人出游的照片啊，你看大家的动作还有表情，超好笑的，一直这样才好笑吧？对，看你们大家都这样很搞怪。你给不下有慢嘢，你家有什么人啊？我家有阿爸、爸爸，还有阿梅妈妈，还有阿国一个哥哥，还有肉台，加上奶鸡嘎，我自己才5个人呢。啊，总共才5个人，可是这个照片怎么看起来有这么多人啊？这次出游是跟其他亲戚，像是姑姑啊，还有叔叔一起去的啊。哦，所以你们家也算是个大家族哎，很难得哎，你们的亲戚之间感情可以这么好，真的很棒哎。那你呢？你给不下圆满你家有什么人啊？奶给不下有慢嘢，我家有什么人？很简单啊，就阿爸、爸爸、阿梅、妈妈，还有一个阿国哥哥，就这样咯。哦，那下次我们可以约出来啊，大家一起出去玩，那个比较热闹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那下次约好不好？复习时间。你家有哪些人？你给不下有慢嘢，你给不下有慢嘢。爸爸、阿爸、阿爸，妈妈、阿梅、阿梅，哥哥、阿哥、阿哥，弟弟、露台、露台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